台湾进入到风台期，嘛意外带来着云海水墙的奇景。有一个乡亲林建兴用镜头来记录着南投鹿谷大仑山顶的云海水墙，为尾暗到暗时整个流动的过程是有讲袂出的水。台湾的7、8月份是风台季，虽然风台还未来台湾，不过外围环流造成云海奇景。有一位民众林建兴用镜头记录鹿谷大仑山的云海，自尾暗到暗时，伫山之间流动的云海有够水。云层的变化相当的快哈，那像云的话，好像是滚动式一样在滚。那晚上的话，那个夜间的那个云海哈，也是这样子在滚动，它拍起来很漂亮哦。大仑山的海拔大约2500公尺，会有云海奇景，是因为有风台要来。最近天气应该是有受台风的影响，我看到呢，大仑山的滚动式的云海是整片的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然后非常非常的气势汹涌，变化无穷。这个美景其实就是天悬的水汽温度变低，当冷空气的位置比山头更较悬，水汽和冷空气就会做伙流过山头，看起来就会那亲像是水墙同款。民众嘛拢讲，等疫情较缓，要带朋友做伙来欣赏。